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蘇文峰。我哋就快踏入一年之中陰氣最重、氣場最複雜嘅農曆七月。好多朋友一聽到農曆七月就覺得夜晚唔出得街、水邊去唔得生意，容易破財，成個月提心吊膽。但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你可能未聽過嘅角度。農曆七月傳統上叫做鬼月，亦係佛教嘅盂蘭盆節、道教嘅中元節。呢個月陰氣重係事實，但你要知道陰氣嘅另一面其實係財氣。點解咁講？因為農曆七月係夏天轉入秋天嘅交界，夏天屬火，秋天屬金。金代表乜嘢？金就係真金白銀，就係財富。所以農七月其實係一年之中偏財運最強烈嘅月份。問題只係你唔識得點樣將嗰股陰氣化成財氣。如果你唔識處理陰氣，就會令你破財生病惹是非。但如果你識得處理，就可以借力打力，將原本可能傷害你嘅陰氣全部轉化為滾滾而來嘅財運。今日我會講3個喺農七月最容易中招嘅生肖，同時會教大家一個好實用嘅化陰為財方法。無論你係咪呢3個生肖，都值得睇到尾。喺開始講生肖之前，我想先同大家講幾個農曆七月嘅預警信號。呢啲信號話俾你知，你嘅氣場已經開始受到陰氣影響。如果你中咗2樣以上，就要特別留意。第一個信號係點樣瞓都唔夠，明明夜晚瞓咗8-9個鐘，但日頭依然好攰，成個人冇精神。呢個係因為你嘅陽氣被陰氣慢慢消耗緊，身體已經發出警號。第二個信號，失眠多夢，成日夢到已過身嘅親友，或者夢到自己俾人追喺黑暗嘅地方行嚟行去，醒咗之後一身汗，心跳加速，甚至半夜驚醒之後覺得好不安。呢個係陰氣入侵你睡眠嘅表現。第3個信號係耳邊出現嗡嗡聲，或者好似聽到有人叫你，特別係夜晚安靜嘅時候，呢種情況會更加明顯。遇到呢種情況，千祈唔好回應，因為呢個可能係陰氣試探嘅一種方式。第4個信號係成日整爛嘢，明明平時好小心，但呢排無端端整爛電話、打爛碗碟，或者唔見咗貴重物品，呢啲都係氣場紊亂嘅表現。再唔處理就可能變成大破財。第5個信號係運勢突然下滑，明明之前好順利嘅工作，突然之間主事不順，搭車又遲到，飲水都醃親，乜嘢都唔順。呢個係陰氣擋住咗你嘅財路同貴人運。第6個信號係屋企嘅寵物或者小朋友出現異常反應。動物同小朋友嘅感應比成年人強好多。如果佢哋無端端對住某個角落吠叫，或者夜晚話驚驚，就代表嗰個位置嘅氣場可能有問題。第7個信號係聞到怪味或者感覺到寒意。明明屋企打掃得好乾淨，但某個位置有陣苦味，或者行過嗰陣覺得特別凍，甚至起雞皮。呢個代表陰氣已經積聚到一定程度。大家可以對一對，中咗1-2樣屬於輕微影響，做好日常防護就得。中咗3樣以上就要認真，跟住後面嘅化解方法去做。好，而家正式講3個最容易喺農曆7月破財嘅生肖。第一個屬豬嘅朋友，屬豬嘅朋友五行屬水，農7月屬金，金能生水，本嚟係一個雙生嘅格局。但問題在於農7月嘅陰氣太重，陰氣會令到水變得寒凍，形成一種水寒冰冷嘅狀態。呢種狀態喺現實生活中會令你嘅同情心突然之間泛濫到一個唔理性嘅地步。你會突然之間覺得身邊好多人需要你幫助，可能係好耐冇聯絡嘅親戚，突然出現同你訴苦，殺自己欠債，可能係你平時好信任嘅朋友叫你幫手做擔保，可能係街邊嘅推銷員向你推介一啲回報率極高嘅投資產品。你平時明明好穩陣，但農曆7月嘅時候，你會覺得幫下人冇所謂，結果一借出去就收唔返。我講一個真實嘅案例，我認識一位陳阿姨，屬豬嘅，平時好好人，街市買餸見到有老人家賣菜都會主動幫襯。有一年農曆7月，佢喺公園遇到一個後生仔，日日陪佢傾偈，陪咗佢半個月。後生仔同佢講有個好嘅投資機會，陳阿姨竟然將自己幾十萬嘅定期存款全部攞晒出嚟，交咗俾個後生仔。結果農曆7月一過，後生仔人間蒸發，電話打唔通，人影都唔見。陳阿姨知道俾人呃嘅時候，喊都冇眼淚。所以屬豬嘅朋友，農曆7月你一定要做到一毛不拔。無論邊個問你借錢，叫你做擔保，叫你投資，全部拒絕。你拒絕嘅唔係朋友，而係企圖奪取你財氣嘅陰氣。只要你守得住呢個月，秋天一到，你嘅財運就會出現神奇嘅逆轉。
第二個屬虎嘅朋友，屬虎嘅朋友五行屬木，而龍龍7月屬金，金剋木，係一個相沖嘅格局。而且虎嘅地支係人，7月嘅地支係申人，申相沖係命理上最激烈嘅衝擊之一。屬虎嘅朋友天生自尊心強，脾氣比較烈。龍馬7月受到相沖嘅影響，你會明顯覺得自己嘅精神狀態唔穩定，好容易失眠，但脾氣就出奇咁暴躁。你好容易因為一啲小事就同人發生衝突。排隊俾人打尖，白車俾人爬頭，你平時可能會忍，但龍年7月你可能會忍唔住同人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呢種衝動嘅代價可以好沉重。打架要賠醫藥費，要打官司要請律師，甚至可能因為交通意外而受傷。呢啲全部都係因為情緒失控而引發嘅血光之災同破財。所以屬虎嘅朋友，龍7月你絕對唔好去夜街。更加要避開一切酒吧、夜總會呢類燈紅酒綠嘅場所，呢啲地方氣場混亂，你一去理智就會被蒙蔽。相反，你應該將相沖嘅能量轉化為行動力，主動去外地出差，去跑轎目，去開拓新市場。你越係周圍走動，你嘅財運就越旺。龍7月對屬虎嘅朋友嚟講，可以係一個主動求變、打破僵局嘅月份。第三個屬蛇嘅朋友。屬蛇嘅朋友地支係巳，同農曆7月嘅申之間存在一種巳申相合但又相刑嘅複雜關係。呢種關係反映喺現實生活中，就係一種表面和暗但背後暗藏危機嘅狀態。屬蛇嘅朋友本身心思細細，防備心本來好強，但農冬7月嘅陰氣會令你嘅防備心下降。你會發現身邊突然出現一啲對你特別好嘅人，表面上同你合作無間，對你關懷備至，令你放下所有戒心，將對方當作知己心腹，甚至靈魂伴侶。但其實呢個人可能心裏面盤算緊你嘅財產。如果你係做生意嘅，你最信任嘅夥伴或者得力助手，可能正喺度暗中轉移公司嘅資產。如果你係單身嘅，可能會遇到一個睇落好完美嘅異性，用甜言蜜語將你氹到團團轉，然後開始以各種理由問你借錢，最後錢到手之後就消失無蹤。所以屬蛇嘅朋友，龍運7月你要記住一句話：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任何突然對你特別好嘅人，你都要保持警惕。公司裏面所有重要嘅黨合約、銀行密碼，全部要親自把關，絕對唔可以假手於人。面對突然出現嘅桃花，你一定要保持冷靜，用理智去分析，唔好俾感情嚟沖昏頭腦。講完3個最容易中招嘅生肖，我亦想提一提，陰氣嘅影響唔會只限於呢3個生肖。普通人如果氣場比較弱，或者家居風水有破綻，一樣會受到影響。所以以下5個龍7月嘅高危地方，無論你係乜嘢生肖，都盡量避開。第一個高危地方係深夜嘅海邊、水庫、河邊。龍7月水屬陰，深夜嘅水邊陰氣最盛。好多人覺得夏日夜晚去沙灘吹風好舒服，但農曆7月夜晚去水邊，好容易被陰氣侵襲，輕則發燒冇精神，重則容易發生意外。就算要游水，都去正規嘅游泳池，人多陽氣旺，相對安全。第二個高危地方係醫院、殡儀館、墳場、廢棄建築呢類陰氣極重嘅場所。農民7月盡量避免去探病，除非係至親冇辦法。如果一定要去，盡量縮短逗留時間，唔好喺醫院嘅走廊、樓梯口周圍亂走。離開之後第一時間洗手洗面，將外面嘅氣場隔離開。第三個高危地方係十字路口、三岔路口嘅角落。呢啲地方喺龍7月係燒街衣嘅熱門地點，陰氣聚集。夜晚行路盡量避開，唔好踩到路邊嘅祭品。如果唔小心踩到，就隨口講句對唔住。老人家夜晚唔好喺路口逗留，更加唔好喺嗰度跑步或打鬧。第4個高危地方係冇人嘅電梯、停車場、樓梯底呢類陰暗嘅地方。呢啲地方陽氣不足，陰氣最容易積聚。夜晚搭電梯之前，如果入面得你一個人，或者感覺一陣凍風，你可以等下一班。泊車盡量揀光猛近出口嘅位置。夜晚行樓梯唔好回頭望，有人叫你都唔好應，一直行去有光有人嘅地方。第5個高危地方係酒吧、夜總會、地下寶檔呢類燈紅酒綠嘅場所。呢啲地方氣場混亂，加上酒精影響，農曆7月去呢類地方最容易招惹是非，與人爭執，甚至惹上爛桃花。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應酬，唔好隨便飲陌生人遞過嚟嘅飲品，亦唔好逗留到太夜。講完要避開嘅地方，我再教大家3個隨身護身嘅小方法，每日出門前做一次，簡單又有效。第一個方法，出門前用右手拇指按3下自己嘅額頭中間印堂位置，每按一下心裏面默念定
呢個動作可以提升自己嘅陽氣，令陰氣唔容易入侵。第二個方法，喺銀包或者袋入面放一小包粗鹽。粗鹽有吸收負能量嘅作用，可以幫你擋住唔好嘅氣場。第三個方法，返到屋企門口之前，先拍3下自己嘅衫袖，然後先開門入屋。呢個動作可以拍走身上嘅陰氣，將外面嘅氣場隔離喺屋企外面。呢3個都係舉手之勞，但關鍵時刻真係可以幫你擋到好多麻煩。好，講完危機同禁忌，我而家要教大家一個最關鍵嘅動作。呢個動作可以將濃練7月嘅陰氣由本來傷害你嘅力量，轉化為幫你催旺財運嘅力量。你今日要去買一個全新嘅未用過嘅紅色利是封，紅色代表至陽之火，係所有陰氣最忌讳嘅顏色。然後你準備3樣嘢，第一，3粒白米，白米係大地嘅精華，代表陽氣同生機。第二，1小撮粗鹽，粗鹽可以吸收負能量。第三，一個乾淨嘅硬幣，硬幣代表金錢同財運。將呢3樣嘢放入利是封入面封好，跟住將呢個利是封擺喺你張床嘅床褥底下，最好係正中間嘅位置。如果你想保護全家人，可以擺喺大門口入門嘅地洞底下。呢個做法嘅原理係，當外面嘅陰氣想進入你嘅睡房或者屋企嗰陣，紅色利是封會將陰氣死死擋住，粗鹽會將陰氣過嚟同淨化，白米會將淨化後嘅能量轉化為陽氣。而硬幣就會將呢股能量導向財運。換句話講，外面嘅陰氣越重，經過轉化之後變成嘅財氣就越強。等到農曆7月過完，農曆8月初1嗰日，你要親手將個利是封拎出嚟，將入面嘅米鹽同利是封全部掉落街邊嘅垃圾桶，代表將一切陰氣送走。然後將入面嗰個硬幣拎出嚟，用呢個硬幣去便利店買1支水或者1包紙巾。總之要將佢用出去。呢個動作叫做財氣流通，代表你已經打開咗財運嘅開關。除咗呢個主要嘅方法之外，我再教大家3個簡單嘅催財小動作，配合一齊做，效果更加好。第一個動作，每日朝早7點到9點係一日之中陽氣最盛嘅時候，你將大門打開，收輕輕向自己嘅方向招3下，寓意將外面嘅財氣招入屋。做呢個動作之前，記得將大門口打掃乾淨，唔好有雜物阻住門口。第二個動作，農7月每個月嘅初1同15，將你屋企嘅米缸裝滿。米缸代表財富，米缸常滿就代表財富充足。平時煮飯嘅時候，盡量煮到剛剛好，唔好煮太多倒掉。呢個叫做有餘有剩，象徵財富長久。第3個動作，將你嘅銀包整理一次，將入面嘅舊單據、爛立票、過期卡片全部清走。銀包入面嘅錢要擺得整整齊齊，方向一致。整理好之後，可以放一張馬新嘅立票喺最入面，寓意錢生錢。如果銀包已經用到爛，就換個新嘅，等於換個新嘅財運。另外有3個農曆7月嘅禁忌，大家要特別注意。第一，夜晚洗完衫之後，千祈唔好將衫掛喺外面過夜。農曆7月夜晚陰氣重，衫掛喺外面會沾上陰濕之氣，着上身對身體唔好。第二，大門口嘅玄關位置，夜晚一定要留一灑長明燈，唔需要好光，一灑細細嘅暖色燈就夠。燈光代表陽氣，可以守住門口，令陰氣唔容易入屋。第三，夜晚行路嘅時候，盡量行路嘅中間，唔好貼住牆邊行。牆邊係陰氣最容易積聚嘅路線，貼住牆邊行好容易同負能量磁場發生碰撞。最後想講幾句關於積德嘅說話，好多人以為農曆7月只係避忌同恐女。但其實呢個月做善事嘅功德係平時嘅10倍，因為呢個月苦難多，需要幫助嘅人多，你做件善事，上天會記多10倍。最安全嘅3種善事，第一係幫助有需要嘅人，例如買個飯盒俾街邊嘅長者或者露宿者；第二係幫助獨居長者，或者捐款幫助病患同貧困學生；第三係放生，但要注意正確嘅放生方式，要放適合本地生態嘅生物，唔好亂放外來物種。否則好心做壞事做善事嘅時候，千祈唔好四處張揚，唔好影相放上網炫耀，默默咁做，上天自然會計數，將平安同財富回報俾你同你嘅家人。各位朋友，農7月雖然危機四伏，但只要我哋懂得順應天道，運用老祖宗留落嚟嘅智慧，就可以將危機變成轉機。今日我將呢啲方法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財運亨通。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用，請你將佢分享俾你嘅家人同朋友，等佢哋都可以平安度過農曆7月。最後你可以在留言區打化陰為財，暴富10年8個字，當係對自己一個祝福同提醒。祝大家農7月平平安安，
下半年財運亨通，一家齊齊整整。我哋下期再見。